请问你叫啥物名？廖理区。安尼，阮来看卖啊，你即两张画啥物好无？来，请问你第一张内面画啥？第一张我会讲，我较早住伫低调，阮遮咧起厝，住咧低调咋，散到要死去。有影真正有影，做甲安尼足，我较早是足做的。花草吼就是安那，即我伫我的园边吼，我拢乌白种就对啦。发花草，对。这就是阮种的来果。你想到你较早种过的物件？对，甲种，遐有诶无就对。这来果有啦，拢有趁啦，拢有趁。我著做，迄阵分开则分无偌济。我家己爱暗时去做工，做到天光安尼吼，夜工包挂，包迄落人伫要做。来，遮地咧好啊。人伫要做迄款的做种木子的吼。人要种木子的，工包一车安尼，一车看偌济钱安尼，我甲包到天光，夜到天光哦。你迄阵是卖足忝的嘛？卖啊！我转来我无做工课，搁杀猪菜，搁饲猪，猪也饲这么济只。所以较早遮是种在猪寮旁边啊，对，花草的对。来，第二张，请问你内面有画啥？这只牛啦，这只牛就是阮的兄，伊住伫庄骹迄个水板头。我无饲，我是犁田外骹，爱牛嘛，毋甘请人，拢去借来个伫。讲暗吼，偌可怜你知无？安尼一只牛安尼拍毋见，我直直哭，你敢知？直直哭我下大妈讲，我找着我来甲伊拜拜。伊真实有影，佫直直行到番家去用个牵人迄吼偏偏做事人看到，会知影讲，这只牛一定走出来。伊得要走转去水平头，伊甲牵去别咧电火条，你知？我看一个，我就安尼，有影真正。好你家在。好你家在毋嘿？我讲家在我找着安尼。有好心人帮伊绑掉的啦。这只牛我即摆甲单位还伫个想。做精彩的故事。恁阿兄的牛，但是伊有走胖见无伊啦，对无？就是我甲照啊，照暗，伤暗，我就犁甲足暗吼，犁甲足暗，阮老的去做兵啦。我家己一个咧厝，我住低调哩，遮咧起厝。伊住低调，家己咧犁暗上讲暗吼，伊讲甲带转去啦，牛煞带转去，就安尼走无去，我安尼哭到要死。好你家在有坐转来。我下大妈讲。洪天宫吗？我找着我来拜拜，真是找着你知？找着我就安尼想讲等真正要找着我，就半工去甲拜拜。多谢大妈。安尼即摆就合作走胖见的牛好无？系我找着就足欢喜的，想讲哎哟，真是我找着安尼，迄是好心的人甲牵绑咧，无那去用牵去拍毋见去。安尼会当啊，好，多谢你。